大家所有的伙伴，我们在这个地方重新一起歌唱岛屿天光。当岛屿亮起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步出立法院，继续到台湾每一个角落来发光，来发光。待会在唱的同时，如果你手上有花的朋友，也请你持续的往外面传。遍地开花的意思是我们要把花继续一路的往外面传，传到立法院的外面，传到更多台湾的一个角落。有手机灯的朋友，也可以把你们打开来亮出来，在黑暗当中，我们就先照亮这个地方，让太阳花在我们的照亮之下，可以一路遍地开花，转手为攻，到台湾每一个角落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条路上都亮了，整条济南路都亮了。我们已经先照亮了立法院，照亮立法院的黑箱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有机会在台上面看，你会知道，其实我们的天光已经因为各位而照亮了。我们要付出这个地方，继续照亮台湾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黑暗，每一个不公义，每一个需要我们照亮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放我们的岛屿天光，让我们大声的歌唱，大声的歌唱。唱完之后，我们就要真正的去每一个地方来遍地开花。请我们歌唱完之后，我们就要带着我们的太阳花，带着我们的光亮，照亮台湾的黑暗，去台湾所有土地遍地开花。
我
希望不论男女老少，无论你是什么年纪，是什么职业，请让我们把这个东西传下去。我们有比赚钱，我们有比经济更重要的价值。台湾人民需要这个力量，需要这个微薄而坚定的力量，把它传下去。大家加油！用我们的温度